过来关心咱拄则收到上新的画面，前新北市市长嘛是韩国瑜全国竞选总部的主委朱立伦，下早落南到屏东来扶选国民党的立法委员候选人。传讲前一天，王金平甲国民党党主席吴敦义伫咧高雄祖厝，大家小少出来伫咧讲，敢讲王金平已经决定要搁再继续来支持国民党。咱做伙来听朱立伦上新的讲法。 认为王院长是我们国民党这个大家庭的一份子，也是我们的重要的前辈啊。他在各地为我们的立委辅选，他其实就是支持我们国民党的候选人。那我们也非常谢谢王院长的辛苦。那我们继续大家团结一致啊，争取1月11号的胜选。蔡英文说9·2共识是掏空中华民国，你怎么看？我觉得民进党真正的今天伤害中华民国，不但是用实质的台独，另外一方面，他过去这4年的执政不能够让中华民国在世界的地位提升，不能让我们经济更好，不能让人民生活更好，这才是真正的掏空中华民国。下是只有2万人在游行，其他48万是躲在布下面。其实那一天我们只要到高雄的人都很清楚啊，那一天整个正面的力量、挺韩的力量是远远大于当天的罢韩的这个人数啊。不过反正人数大家喊嘛，他喊得高兴就好了啦。我觉得最重要还是1月11号出来投票。